也政府禁小红书一档有真侪讨论会甲小红书和政治的问题绑做伙，也到底是安怎要禁？刑事局表示讲因为小红书伫咧台湾无分公司、无法律的代表人，对咱政府的公文呢是无咧查，拢无回应。也人若用小红书互诈骗，要查是无在调查，会禁毋是因为政治，是因为法律的问题。 伫小红书顶面常常当看到用一句话证明你是台湾人的大文，嘛有真侪台湾人去捞话。毋过警政署表示，你若去捞话，就会去互诈骗集团收集个资，最后阁会拄到投资诈骗。有一位潘小姐，伊就是受害者，互人骗120万。因为我是用虚拟货币嘛，他把我的钱换成虚拟的币之后，再把那个币转走。 我觉得这是算一个新型的诈骗模式吧。根据警政署的统计，今年1月到11月份，小红书平台牵涉诈骗有756件，其中以假网络拍卖、解除分期付款、假投资上济。针对有国民党立委质疑是安怎来找 IG、YouTube 拢有投资诈骗，政府煞干那禁小红书，刑事局也做出回应。内政部有针对小红书这间公司有询问去上海，拜托因这小红书去定一寡有关诈欺一寡防治的策略，问题到今因拢无回复。 有学者表示，面册来至少伫咧台湾有细点，你要调查诈骗，甚至是找负责人，拢有办法。毋过小红书伫咧台湾无分公司，无法律代理人，而且海基会正式发函也无回应，这才是互人禁的原因。正因为诈骗案件存在，我们才要更多公权力能够有能力去解决问题，所以落地管理才是一个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手段。 而小红书不配合落地管理，我们给他一些对应的一些管制，甚至是处罚，才是一个比较解决问题的想法。学者指出，因为政府封锁小红书1年，即马真侪讨论会甲小红书和政治问题绑做伙，但这毋是支持中国，也是反对中国的问题，是法律的问题。学者嘛建议，小红书上好会当伫即波压力之下接受台湾的执法，也希望各界会当去思考所谓主权的问题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